各位家長，你哋知唔知道，小朋友喺4至14歲期間對腳發育得最快，依家骨骼點生長，分分鐘影響埋佢一世點行點企。其實小朋友對腳骨仔仲未定型，足弓仲發育緊，好多時都係自然現象，唔使太驚。不過如果出現以下情況，就要特別留意。扁平足即係企直嗰陣，足弓扁晒塌落嚟，拇指外翻如果冇處理，慢慢惡化，成年後就可能會痛。X 型腳甚至行路嗰陣兩邊膝頭撞埋，有啲情況長大後會慢慢好，但有啲真係會跟一世。最令父母頭痛嘅係點分正常定唔正常呢？下下靠估點得㗎？與其靠估，不如交俾專業嘅美國註冊足科矯形師用科學數據清清楚楚話你知小朋友嘅雙腳健康。成個評估會全面分析，等你可以有清晰嘅數據參考。今個暑假立即聯絡我哋，安排一個親子活動，把握小朋友雙腳健康成長嘅黃金時機。